7月2日大罢免的投票搁剩9日，今仔罢团是开记者会，呼吁民众报名监票。目前全台湾24个选区，计共是5947个投开票所，大部分的选区监票的卡手拢无够。国民党嘛表示讲，虽然各地方的党部有造假人数的官司，也毋过因一个投票所直接拢会派2个志工去监票，按算的动员12000个人。出发，加油！7日特别进行罢免投票，罢免团体发起的大绕境造势前进行北市，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带领党工一小天，传出内部观点7+30，国民党立委有希望罢免成功，将重点部署兵力。其中一位是新北市南亚立委叶冠之。每一个罢团、每一个罢区，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最后的阶段，大家一定是全力以赴。国民党讲说，这个赖清德总统要来宣布戒严，我想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假议题，也是一个抹黑。宣布南亚的赖总统将宣布戒严的讲法，林佑昌也表示，在罢免最后阶段，民进党会做国民团体扩散，强烈监督任何干扰行动。在投票日最后9日的时，罢免团体呼吁民众踊跃报名监票，因为全台24选区有5947个投开票所，多数选区的监票能力严重不足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外间的人员就是一个投开票所至少2到3位。我们现在这次有24个选区，所以可能需要是绝对是破万位的这样子的志工。国民党做法会主委柯武金表示，虽然各地方党部面临规则连续官司，不过一个投票所有缘会至少有2名志工，有计动员1.2万人。选罢法其实规范的是选前10天不能公布民调，并没有说不能抢救。他提到这样呢，无非就是想要恐吓我们这些委员，还有让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不敢出现抢救告急这2个字样。柯武金也批评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前一日讲，投票前10日话告急有违规过路，后来才解释，亲像执政党的拍手。柯武金也要求在选前关键时刻，对各种假信息、违反选罢法的行为，行政单位要公开查办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